当前啊，这个南投六国小半天的石马公园，Sakura阁开了，这已经是连续第10年，Sakura伫个一年内底开这个2届花，非常的特别。 樱花通常伫春天开花，毋过六国小半天石马公园的河丁樱，单年拢有2摆花期，分别伫2月和9月开花。即卖已经11月初，目前花阁真水，吸引真侪游客来翕相看花。樱花可以看了，我真不相信，来到这边真的傻，哇，大吃2斤不是1斤，真的很惊艳，啊，真的是10月份就有。哎，我是从那个新竹县竹东来这边很开心，能够看到这么美、这么漂亮的樱花。这个公园原本是公用的蒙阿波，伫2007年透过拟定飞机优惠，300丛日本河丁樱花树了后，启用做樱花森林美景的社区再造计划，变做全台湾第一个一年开2摆樱花的所在。今年的花开得特别的长，又特别的漂亮哈。那像今年的花，大概第1朵花是在9月初开始开哈，到现在已经11月了哈，那所以相当的长。那今年的花况又特别的漂亮。即卖樱花的花访也真水，若是想要去翕相的朋友，会使赶紧把握机会。